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即马礼拜时间已经到啊，请咱备班心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我要唱主爱甲公平的歌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唱俄罗的歌。我要用智慧行伫完全的路，你要啥时到我遮？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我的家内。三角吟诗来学罗上帝，圣诗第43首。世间众人拢着恬静，世间众人拢着恬静。天神徛起伊面前，无得挂虑世间俗事，逐项恩典伊赏赐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，心敬虔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是个死埋葬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搭一个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个来启用，请掀开启用文第8篇。启用文第8篇，也就是诗篇23篇，伫咱圣诗后边1009页。启用文第8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互我新的气力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。咱三角额头来祈祷，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引带，阮当信的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，单心来敬拜你，恳求圣神即时做工，安静阮的心，引带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主日，阮仰望你会阁来，嘛要阁一遍来感谢你降落这个世间为人，徛起伫阮的中间，阁为着阮的罪受苦流血，定死是世界。你的受死甲复活，救赎阮脱离失事的权势，互阮会当因为信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啊，总是伫等候你过来的时，阮犹原也都是徛起伫即个充满罪恶的世界。侪人也毋捌你活伫罪中，去到即个世界，也是有侪纷争甲混乱。魔鬼亲像嚎叫的狮，四界游走，随时要吞食人。伫即个弯曲悖逆的黑暗世代，阮基督徒时时拢爱面临侪的属灵的征战。总是主，阮有以马内利的信心，迄伫阮内底比即个世界搁较大。虽然是即个黑暗的世代，但是有主你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阮还阁有啥物物件通惊？求主加添阮以马内利的信心，互阮勇敢向前行。行伫上帝的光内底，行出你的真理，互阮周围的人因为看到阮身躯面顶所结圣神的好果子，来认捌真正是活的主耶稣基督，吸引更较侪人来归向你。主啊，阮伫即个时阵，阮嘛也是要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祷。迄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甲中东的战争已经真久啊，人民有侪的伤亡甲痛苦，求主怜悯，也指示人类和平的道路。阮也要为着台湾人民会当继续活伫自由甲和平的中间来生活来祈祷。最近国会甲政治面顶有真侪代志，互人真切身甲担忧。主啊，但是人的方法有限，求主即个时阵特别坚固基督徒阮以马内利的信心，
阮大声谦卑伫主的面前，阮明白人的认知是有限的，阮放手，互主来引带。阮用搁较宽广的态度来，甲搁较侪爱心、温柔、搁坚定的方式来徛伫真理的面前。主，阮搁一摆感谢你主持今仔日的敬拜，会当甲当时的兄弟姊妹主持伫你的面前，三角结连是真大的福气。阮也少年今仔日袂当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求主也赐福保守因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下面赞美，今仔日圣歌队要吟的诗是有影仔为阮生。
咱来献歌，可以用水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。下面咱来读圣经，讲受上帝话。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和合本是第125页，台语汉字版是第104页，现代中文译本是第145页。那现着，即马来读吼。约翰福音第1章，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角徛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伫地。万物对道来创造，伊若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活命伫伊的内面，即个活命是人的光，光照伫黑暗，黑暗无接了伊。有一个人对上帝起来，名叫约翰。即个人来做干净，是要为着光做干净，互众人对伊来信。伊毋是迄个光，是为着光做干净那尔。有真的光来入世间，得照万人。伊伫世间，世间对伊来创造，也世间毋捌伊。伊到家己的所在，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。既若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名的人，伊就赏赐因有权。诚做上帝的囝儿，因毋是对血气，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，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，就是对上帝。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，互阮捌看见伊的荣光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。约翰为着伊做干净。叫讲，即个就是我所讲，缀买我来的，诚做我的代先，因为伊本代先我伫地，因为对伊的恩典，咱拢有所受，就恩典说接恩典。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，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。袂捌有人看见上帝。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有表明伊。咱圣经读到遮，下面正道的时间，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甲上帝活的关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抬杠主日的第2主日，所以咱点到第2期垃圾。伫即个主日，咱要通过约翰福音1章第1节到第18节，咱要来探讨道成肉体的意义。所以，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。阮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授予阮你的话记载伫圣经，也阮会当透过阮伫礼拜中间，阮吟诗祈祷，阮做伙读圣经，互阮会当搁一遍亲像听见你对阮讲话共款。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，通过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。主啊，你亲自对阮讲话，互阮会当搁较认捌你的道理，也阮会当因为有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，阮所讲、所做、所行的一切，拢是照入主你的旨意。阮伫讲道的大声，阮做伙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人讲，人类是社会的动物。什么叫做社会？一个人袂当成做社会，社会就是爱有侪人，有人就会有彼此的关系。
会当讲人活的，是因为有关系，是因为咱关系，所以一个人存在。无论是咱细汉爸母生咱，所以有即个亲情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，这叫亲情。然后到一个年纪，咱就会有爱情。若无咱有友情，咱需要朋友，大家做伙。人讲出外靠朋友，友情非常重要。咱读册有同窗同学，这叫做一个同窗的感情。同事咧，不管讲甲同事相处是安怎，但是总是会有一个关系伫咧。咱会当久咧久，足侪的例就是人是因为关系来活，人要活也需要关系。当然，咱即马讲靠关系、靠关系，这有另外一个意思。但是咱想想的嘛是真正嘛吼，足侪代志哦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也要有关系。哦，有关系就没关系是啥物？哦，啥物代志袂当创吼？有关系讲一个无问题，啥物个没关系就要有关系。我伯伯的侄子的朋友的小孩就是他。结果我讲一遍，我已经袂记这是啥物关系啊。但是咱总是人甲人，咱拢需要关系。人是因为关系而存在，但是关系不是自然而然，所以咱拢会教讲爱注重亲子的关系，无论是咱对待咱是大人，还是咱中间做人爸母的甲囡仔的关系。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就有。关系需要付出侪心力来建立，同事也是嘛。所以咧，咱同事之间有时阵咱为着某一款原因，咱对同事爱照顾，对同事有时阵咧，嘛是爱，有时候爱畏惧三分，但是咧，嘛是爱保持一定的关系。关系不是自然而然，关系需要付出侪的用心甲气力来建立、来维持、来互伊健全。但是难免有时阵，关系也因为伫关系内底受伤，递到关系会转去。所以咱有时阵，咱甲咱的好朋友因为某一项代志。煞伫遐起冤家了后，几十冬无联络，甚至一家族内底，敢是也有可能会发生即款代志。家族内底有时阵嘛有，也是甚至兄弟姊妹，共款是大人生的兄弟姊妹，煞袂清楚5支指头啊共款，逐支拢无共款，结果递到伫家族内底嘛有无互相往来的亲情。甚至家己亲的兄弟姊妹，因为啥物代志了后，煞断绝关系。所以咧，一方面咱知影关系是咱人活的，袂通欠缺的，但是咱也知影关系需要用心思、用气力来维持，也是。关系断绝了后，咱需要伫即个断绝的关系中间，咱爱采取行动，想讲要安怎解决？安尼问咱，当你要怎样？若是你要怎样来恢复一段受损害甚至破裂的人际关系？你是要安怎？来处理，咱大部分人其实拢会经历过一段关系到一个程度，你会
感觉讲安尼，我只有放弃。无论是单恋爱，谈到后来感觉啊，我只有放弃。甚至有时阵家庭关系内底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你会感觉讲我行到即个程度啊，我只有放弃。甚至咧，有时阵是大人伫咱的视线伫遐，为非做歹事，咱可能一生气，咱也会呛声讲我甲你断绝关系。咱拢有捌经历即款的代志。关系到一个程度，咱只有放弃这段关系。有可能，咱是因为互对方伤害伤深吗？至到无办法放下，无办法去原谅对方。也是讲，你伫一段关系，你想要去修补这个关系，你真努力，但是咧，对方好亲像无将这段关系看伫眼内，做持续甲你伤害。也有可能有时阵，咱感觉即个受损害，甚至断绝的关系，也是咱伫即个有无啥特动的人甲人的人际关系中间，咱感觉讲束手无策。你感觉你安怎做拢毋对，所以咧，你会退一步。等待机会，想讲机会来啊，我较来修补，也是有时阵，咱点点伤心来离开即个关系。咱来用即个人际关系来想，咱来思考的，就是大大讲，人是社会的动物，咱人类是社会的动物。人活的拢需要关系，讲到人甲人的关系，但是有一个好消息，咱今仔日所读《约翰福音》1章第1节到第18节，所讲到的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出世伫世间，这个记载，这个道成肉体以马内利的好消息，就是甲咱讲上帝绝对袂放弃任何一段上帝甲咱的关系。有可能人会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人会离开上帝，但是。道成肉体以马内利的这个道理，就是甲咱讲，上帝绝对袂弃杀咱，袂离开咱。可能咱捌拒绝过上帝，但是道成肉体这4字，就是要教咱讲，上帝绝对袂将咱拒绝，上帝绝对袂。当咱拍门要寻求上帝的时阵，伊甲咱拒绝伫门外。也有可能有个人对上帝感觉无要无紧，但是道成肉体这个道理，是甲咱讲，上帝绝对袂看轻咱每一位，伊总是伫咱的生命中间去带领咱。要将咱，当咱行偏差的时阵，要将咱带转来到伊的面前。所以咧，约翰福音1章一开始就宣告：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 logos。会当理解做道路，但是咧，也是道理。道路一条路安尼行，咱若无行即条路，咱开去边仔可能是田，所以咱台湾人讲啥物犁田，就是即个意思啦吼。一条路你无好好行，你行去路边，
跋落去田内底，这个内田。道就是道路，顺着这条路来行，好好啊行，咱就会当到咱按算要去的所在。这就是道，所以道 logos 也是道理的意思。上帝所定定的道理，咱顺伊的道理来活，上帝所应允的，拢会得成。上帝也予咱伊的道，爱咱照即个道来行，安尼上帝会用照伊的旨意来将伊的旨意伫咱的心上来成全。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，耶稣就是上帝，耶稣是甲上帝同在。正确讲，圣囝耶稣就是上帝，是甲天父同在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通过这个道来创造的。但是约翰福音1章第10节煞车佫讲，这个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伊却家己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伫世间来出世，成做耶稣来到世间？这有遮尔重要。伊创造的世界，然后上帝看到，哇，安尼真正爱家己了落去，若无袂使。所以咧，圣囝耶稣出世伫世间。但是约翰福音1章也讲到，就算讲即个世界是伊创造，但是即个世界反倒无人捌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咱看到耶稣伫世间，互犹太人所拒绝，实际上到伫即仔，有时阵咱也有可能因为咱家己的因素，咱也拒绝上帝。上帝伫遐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，你需要帮助，我伫遮。结果咧，咱想讲，等一下再找你。咱想讲，我家己先试看卖。结果满身是伤，然后较伫遐讲上帝，你伫倒位？对伫上帝所创造即个关系，即个伊甲咱的关系，伊甲即个世界的关系，但是即个世界常常说无人捌伊，所以约翰福音1章11节开始遮尔强调讲，伊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成做圣囝耶稣来到家己的所在，甲伊所创造的即个世界，但是咧，家己的人反倒转无接待伊。落兄弟，咱人类是为着甲上帝的关系所受创造的，因为咱是上帝的百姓。上帝为着伊甲咱的关系，所以创造咱。咱活地就是亲像咱活伫即个社会共款。咱活伫社会中间，咱讲爱甲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。维持好的人际关系，但是更较重要的，咱活伫世间，甲上帝的关系，这是一切关系的基础。因为上帝创造人类，是为着即个伊甲人类的关系来创造。所以以色列，上帝的选民以色列，为什么上帝带因出埃及？甲因讲，恁是我的百姓，恁是我的百姓，因为关系是偌尔啊重要。
亲像咱活伫即个社会中间共款，咱每一人扮演一个角色，其实咱拢是因为有即个关系，咱有即个角色。无论咱正做咱是大人的囡仔，也是咱中间有正做别人的老爸老母，也是咱中间有伫工作顶面，你是员工，也是你是头家，其实这拢咱的角色拢甲关系相关，也是做老师的嘛是。你互人叫你做老师，因为你甲学生有即个啥物教学相长的关系。然后你互别人讲先生太太，为虾物？因为有即个婚姻的关系。你互你的兄弟姊妹，你的共一个家庭中间，你的兄哥、你的小妹叫你弟弟，也是叫你哥哥，这就是因有即个血缘的关系，对共一个父母所生。所以咧，咱受创造是因为上帝甲咱的关系，咱活地也应该活出即个上帝甲咱的关系。但是，当圣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伫众人的中间，甲众人做伙，但是人却毋捌伊，也无爱接纳伊。这是偌大的一个痛苦。明明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，然后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但是咧，上帝遮尔用心要为着上帝甲人的关系来创造人类，但是当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众人却无爱接纳圣子耶稣。这对伫这是咱家己，你会讲啥物？我好心没好报。你会讲啥物？忘恩负义。你会讲啥物？不懂得感谢。总是若人拄着这款情形，哇，这会真生气，也是会有真侪负面的态度出现。但是对伫上帝来讲，毋是安尼。就算世间人当时毋捌伊，但是耶稣并无放弃咱人类。耶稣伊是用家己走向十字架的路，伫即个世上重新建立上帝甲人的关系。所以会记是大纸牧师一开始所问的，面对一段破裂、损害的关系，咱是要安怎做？无论咱会安怎做，咱拢会有负面的情绪。但是上帝的意念关过人的意念，上帝却是家己来做解决。主耶稣走向十字架，用家己伫十字架顶面代替人类来受刑罚，用安尼，佮透过伊的国我，亲身来解决这个关系。专工找这把刀，来巴西你觉得所以咱讲，上帝对全人类不变的阻害，就是伫伊永远袂弃撒旦来显明，就亲像圣子耶稣伫世上所做的一切，就算世间人毋捌伊，弃绝伊，但是伊犹原无放弃一个上帝甲人的关系。
伊亲身来解决，伊用家己来终结。所以就像这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降生伫世间。所以耶稣有甲咱同款的肉体，伊活伫人的中间，甲人做伙食同款，穿同款。所以主耶稣伊了解所有的人，了解你，了解我，了解人的欠缺，了解人的软弱，了解人的痛苦，因为上帝道成肉体伫世间，所以通过耶稣，通过上帝道成肉体出世伫世间。上帝不只是一个赦免人的上帝，上帝是搁较会当甲咱感同身受，伊会当设身处地为咱设想。伊是一个真正会当怜悯人的上帝，因为咱的软弱、咱的有限、咱的欠缺，咱所行过、所经历过的痛苦，上帝拢知，因为伊也经历过，透过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伫世间，所以讲到互人背叛、互人弃绝，上帝拢知，伊也经历过。讲到身躯的痛苦，耶稣拢经历过，上帝经历过，所以咱的身躯悲痛，咱感情受伤害。咱有时阵会怀疑，有时阵咱会生气，上帝拢知，因为伊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伫世间，咱经历过的，伊拢经历过。所以耶稣受气起来，当然咱讲伊是出对正义的受气，会伫圣殿顶倒，这咱感觉。即款的受气是偌大的受气，所以咱中间咱也有迄个脾气较暴躁的，实际上，咱也知影，上帝也知影，上帝也知影讲脾气暴躁的人有时阵就是情绪控制，也是讲有时阵即个情绪会即个有情绪了后反应会真大，不要紧，上帝也知，亲像耶稣。虽然讲是正当的理由，但是伊受气起来是变道的，是圣殿甲人变道，对无？上帝是感同身受的上帝，上帝也会设身处地替咱想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上帝才会当真正怜悯人。留意下这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。住伫人的中间，也因为安尼，咱人类会当真正看见上帝。若无安尼，人真容易会安怎对上帝有错误的了解，当作上帝只是一个审判人的上帝，上帝就只是一个会惩罚人的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总是活伫这个世间，咱了解上帝，也是了解上帝甲咱的关系，咱常常会用咱伫生活中间所经历过的关系来思考上帝，对无？咱会用饲大人甲咱的关系，咱会用头家甲咱员工的关系，咱会用政治的组织。讲上帝，以前的人讲上帝是王，所以伊会将上帝甲家己的关系看做君王甲百姓的关系，但是君王有好有歹。有时阵煞变做误会，讲上帝就是暴君，
误会讲上帝干呢会处罚人，会审判人，然后咧会处罚人。上帝会变做真恐怖的上帝，但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互人亲身看到上帝，望到上帝。所以咧，当咱看到新约福音书所记载耶稣伫世间所行所做所讲，调整咱，也是调整所有人类，甚至调整犹太人对伫旧约所认捌的上帝。伫上帝的面前，无过只是惊吓，因为主耶稣伫世间，互咱搁较通认捌到上帝的疼是怎样。咱会当认捌到上帝是一个赦免人的上帝，是一个甲人做伙伫地的上帝。所以，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互世间人认捌到上帝是疼。所以耶稣讲上帝疼世间人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这是足侪基督徒伫主日学第一个会晓背的一句金句：上帝疼惜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收赐予咱。上帝疼世间人，耶稣书常常会强调上帝疼世间人，这是一个集合世间人。上帝毋是干那疼好人，上帝毋是干那疼基督徒，上帝毋是干那疼你疼我，上帝伫疼世间人，全人类。过来，上帝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，互咱知影伊是恩典的上帝，互咱伫生活中间充满祝福。就算讲咱无完美，但是上帝是恩典的上帝。就算讲咱以前捌走偏路，就算讲咱以前是对上帝无要无紧，但是上帝是恩典的上帝，伊照伊的旨意，照伊的方式，互咱转来到伊的面前，互咱会当领受到普通人未当领受到的祝福。所以恩典，顶个月咱讲到恩典是啥物意思？不配得到，但是咱得到，这是叫恩典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甲恩典的关系就是，上帝毋是干那疼考试100分的，上帝疼世间人，毋是上帝干那疼一国的总统，也是上帝疼世间人，毋是干那疼年薪超过1000万以上的，毋是上帝疼你疼我，上帝疼所有的人。过来，上帝是接纳人的上帝，这是沿线短短第1点、第2点的。上帝包容咱的无同款，上帝毋是摆脱某一群人，无任何的人是上帝会疼无办法来忘掉的。上帝疼世间人。过来，上帝虽然讲顶面讲的疼恩典接纳人，但是上帝也是一个万分不公不义的上帝。所以，上帝甲受困迫的人，为义受困迫的人徛做伙。上帝甲遐个用行动对抗不义的人徛做伙。不止一遍啊，放这巴图，用这巴图，我感觉真有意思啊！这是香港啊前几冬的迄个啊反送中运动内底的相片。留意下这，上帝来到世间，是为着迄要互咱人类重新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咱就亲像
本来无家可归的流浪的人，但是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，要带咱返去咱的厝。咱的厝就是上帝的厝。所以约翰福音1章12节讲，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名的人，伊就使因冠冕做上帝的囝儿。做上帝的囝儿是啥物意思？原本流浪无家可归，但是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来到世间，带众人返去上帝的家，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。好，所以昨有甲邱光荣牧师联络，有特别佮讲着，讲着讲，我妈妈是第3代基督徒，但是结婚了后，伊嫁互异性者，所以有差不多10几冬吧。虽然讲拢无离开信仰，但是就无去做礼拜。但是张牧师娘拄仔个甲我的妈妈是中英女中的同学，所以咧，张牧师娘伫台中日行教会的时阵，就知影讲，有牧师娘的高中中学，我的老母全家住伫日行教会无远的所在。日行教会，行迄个双十路，阮伫锦华街，所以咧，就来探访，就上帝透过安尼，阮全家一步一步搁转来教会。点上有教会生活，上帝就用伊的方法，带世间人要返去伊的家，互咱拢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。所以主祷文内底，咱几个月前有讲到，咱祈祷的时阵讲。阮伫天里的爸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，非常重要的表明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因为当咱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，就是宣告讲咱了解到天爸上帝是咱天顶的爸，然后咱拢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，所以咧，咱向上帝恳求的时阵，咱向上帝祈祷的时阵，咱就亲像细汉囡仔来到士大人的头前，伫遐塞奶，伫遐求。细汉囡仔塞奶的时阵，敢会伫遐惊吓？细汉囡仔伫遐塞奶。求爸母互伊啥物的时阵，伊敢会怀疑？伊袂，伊敢若掠掉迄个士大人甲家己的关系。所以，咱诚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，上帝也攻击咱，亲像慈悲疼痛的士大人爸母攻击囝儿查某囝共款，并且上帝用伊的方式去保护咱。我听讲有的爸母查某囝通常拢查某囝啦，到青春期了后，然后咧开始就会出去佚佗，看电影，甚至到一个年纪，可能大学1年2年，还未20岁，就会约会，然后爸母会安怎？乔装成路人，伫遐偷偷伫遐保护，自卑疼痛的士大人。敢就毋就是安尼用伊的方式，伫遐保护家己的囝儿查某囝？有时阵只是咱毋知，但是上帝其实拢用伊的方法伫遐保护咱。就亲像乔装成路人伫遐看家己的查某囝，到底甲啥物人约会？约会是走去倒位？伫遐乔装路人，还是知影讲伫倒一间餐厅伫遐？麦当劳，内湖哪边的麦当劳，然后咱假装路人，伫足远的所在，伫遐偷偷看，
看讲即个查甫安怎，敢有乱来，敢有乱妄。上帝也亲像是安尼用伊的方式保护咱，无论咱知也是毋知，上帝拢亲像充满疼心的老爸去保护咱，互咱袂走偏路，保护咱当咱走偏路的时阵，走毋对路的时阵，伊会甲咱搁掠转来行伫正路。掠转来到伊的身躯边，落去遐济，当咱甲上帝做伙同行，上帝就是咱的光，上帝也是咱生命的来源。上帝的大气力，时时刻刻拢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会当活出完整的生命。因为咱受创造，是因为上帝甲咱的关系来创造。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也支持咱、扶持咱行过每一天的路程，并且互咱伫生活中间会当体会到真正丰盛的生命。所以，愿咱会当伫上帝道成肉体的即个道理中间，咱体会到上帝以马内利，时时刻刻拢甲咱做伙伫地。上帝也用伊的方式去引带咱行伫伊所定着的路。可能咱即马无感受到，可能咱即马咱会感觉咱走偏路，但是袂要紧。上帝的话拢伫咱的心中，咱照着上帝的话、上帝的道理来行，咱一步一步耐心向前行。上帝的旨意总是会成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你也透过圣神，伫即马即个所在，你也引带阮、带领阮、使阮快乐。但是主啊，阮有时阵，阮会袂记得你甲阮同在的即个事实。直到阮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阮会失望；拄着无顺利的代志的时阵，阮会生气。甚至有时阵，阮对你无要无紧。但是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通过约翰福音1章，搁一遍提醒阮，你是道成肉体的上帝。你知影阮的欠缺，你知影阮的需要，你也知影阮所经历过的痛苦。但是你有大权能，你有疼痛，你会用你的方式，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体会到你的祝福，你的稳定，你的疼痛。所以恳求上帝你。互阮伫大抗节第2主日，阮会当学习耐心听候你的旨意伫行，也赐阮勇气，互阮做阮所应该爱做的。阮安尼祈祷，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勉励。下面咱来唱圣诗，圣诗573首，咱来应答上帝话。圣诗573首，我的信心若无定，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手。即使魔鬼伫要赢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。因为耶稣疼我到极，伊要牵我手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So
坐。下面咱来奉献，咱请民兵执事甲秋妹执事来书献。请坐。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咱做伙掀开周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今仔日主日礼拜以后要召开中执会，请咱全体的中执来出席。第二项，若有需要教会定的2025年的即个月历吼，的兄弟姊妹，咱伫礼拜后会当到后壁的招待道遐去来领，一号会当领一份吼。第三项，咱教会的圣诞宴会要伫12月21号，就是拜六的暗时，伫礼拜堂来举行。咱的活动包括着主餐是伫下晡的5点半开始，一号一菜吼。过来就是宴会有摸彩甲表演的节目，请咱若要提供节目的兄弟姊妹，主持人就是咱的杨长老来报名。第四项，咱的牧师妈叶林相会执事吼，伊的告别礼拜要伫12月29日的礼拜的下晡1点半伫济南教会来举行，过来就要伫金山基督教的平安园来举行安葬礼拜，请咱来参加来纪念。第五项，咱下礼拜12月15号，就是大港节第3主日，咱讲道的题目是逆境中的好消息。咱的经文甲金库遮，咱搁可以来看哈。咱来看咱的主日活动，咱的主日早起主日礼拜是上午的10点，过来主日会有圣歌队的演唱是上午的8点45分。礼拜三的泡茶分享是过当周的下晡2点半。拜五有查经祈祷会是下晡的7点半。拜六是每个月一届有插花班，是上午的10点。咱即礼拜的圣工事奉，咱的招待是友来兄甲谢崇杰，插花是秋妹执事，清扫是谢宝杰。后礼拜的讲道是牧师，书会是秋妹执事，苏琴是义切执事，领唱是我本人，书是我本人甲民兵执事，招待是现宗兄。咱的插花后礼拜是插花班，后礼拜清扫是民记长老。咱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，咱家己来看，然后错误请提出更正。咱即马来看咱即礼拜的金句，约翰福音1章14节，我读一遍，大家台语读2遍吼，华语读一遍。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我目看见伊的阳光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请。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我目看见伊的阳光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。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。
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福音1章14节。好，咱即马三个来互相来请安吼。咱即马来吟扫礼篇的圣诗第400首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心情得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叹，亲像长流活水，伫蒙雾黑暗暝看见主的光。咱起立来吟2遍，吟诗了，咱请牧师来祝祷。咱拢爱伫生活中间，时时刻刻拢袂当袂记住，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无论咱行过的路是坎坷，是平顺，无论咱经历的是欢喜，也是悲伤，上帝拢甲咱做伙伫咧。上帝拢甲咱做伙去面对这一切，所以咱就勇敢地活，充满信心，望地活。咱等待上帝旨意的成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咧，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入岛闭会。